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蘇帕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倒下。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生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魯莽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跟他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醫好裏放住你。若覺得長者這樣家住很離奇，是我自私更世最好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賓村遇難，而教你腹痛已算黑色浪漫。甜蜜那陣時滾掛，日子中講到帶淚眼。誰料情間無常，這刻似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跟他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醫好裏放住你。若覺得長者這樣家住很離奇，是我自私更世最好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，很想是你，去想被你念記，即使淡淡微微。就算際相遇被嫌棄，都想這唯然是好想你。可惜四味未夠運氣一起。有沒有一絲？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手邊陌路人常有幻想是大忌，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。就算死亦別再騷擾你。若覺得長者這樣家轉很離奇，在告別時給我對你奔喪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